澳門可能係一個大家覺得係一個比較旅遊嘅城市或者休閒嘅城市，但係其實從歷史上面嚟講，澳門有好深厚嘅歷史底蘊啦，同埋其實對於文化嚟講咧，好多同出版啊、同書有關嘅歷史其實係澳門發生嘅。所以方所澳門咧，除咗書店本身之外咧，我哋將一半嘅地方作為呢個展覽啊同埋文化活動嘅空間咯。我覺得首先紙質書咧係有佢自己獨特嘅魅力嘅，咁通過小朋友可以嚟到方所嚟到書店去接觸呢啲紙質書，可以真係上手去摸書嘅質感，同埋我哋可能會舉辦一啲繪本啊或者閱讀嘅活動，咁通過呢啲活動大家又可以了解翻書入邊嘅樂趣，咁可能佢哋慢慢就會鍾意翻呢種直接文字閱讀嘅習慣啦。